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华语的房，台语讲北，台语字安尼写哦，北。用手啊绑起来，五日节爱绑粽，小妹妹绑一个头粽尾啊，爱互囡仔空间，唔通甲束绑，拢是这字绑。伊已经生3个啊，无爱阁生啊，所以去绑起来。你穿这束衫，伤绑伤细领，就无下书。囡仔要细汉，也袂离骹手，我是互囡仔绑条咧，唔是想要创啥，就会当创啥。伊是真想要好好啊发挥，但是伊的主管真侪意见，害伊是绑骹绑手。华语的画地自限，台语讲摕锁啊绑家己的骹手。做一间大企业的领导人，就爱开大门行大路，唔通摕锁啊绑家己的骹手。另外有一句俗语，勇勇马绑伫将军跳，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伊是哪流目屎哪海产，讲伊是勇勇马绑伫将军跳，一把功夫无人捌。今仔日的台语字“北”实在真趣味。